个山水蒙啊，就是上面卦是山，内卦是水，那山下有很多的水，水气很重，所以就看不清楚。这两个卦大家注意看，从这样看是水雷屯啊，你看出来它是水，外卦水，下卦雷，把它倒过来，整个倒过来，就从另外一面看，从这一面看是水屯，从这样看呢，这个卦这样看出来就变成这个卦了啊。我们把它倒过来就知道，变成是上面山，下面水，变成水蒙，山水蒙。所以屯卦跟蒙卦，我们就称它为相中。相中就是一样事情，不同的立场，好像两岸的关系，大陆立场跟台湾立场是不一样的。来看这个中国问题，就好像是水屯跟蒙是相中的。那我们看天地也是一样啊，这个天卦，这个太卦就是地在上，天在下，那就是有能力的人为没有能力的人来服务，这时候一定是天下太平，所以是国泰民安的。那以中国来讲，以前就是探讨说，如果中央能够为地方来服务的话，采用地方分权的话，这个国家一定比较稳定。那颠倒过来啊，就好像天高高在上，地变成压在底下的话，这时候天气变成体卦，代表不通。这中央集权的话，经常会产生中国未来政治怎么来分裂，这是我们好几千年的这个历史的智慧告诉我们。那这两个卦是一样，从这样看它是太卦，天地在上，天在下，把它倒过来就变成这个卦脾卦，所以太脾也是相中的。中卦以后还有所谓的错卦，我们来看太极的太卦跟脾卦。那这个太卦的阴变成阳了，阴的变成阳的，阳的变成阴了，就所谓的犬牙交错，好像狗的牙齿是这样交错在一起的。那如果以现实问题来讲，我们看出以台湾这样的一个观点里面，它有国民党的立场，有民进党的立场，有新党的立场，就是所谓的错啊。这个错卦就是互相间目标是一样的，但方法可能不太一样。这就所谓的脾跟太是相错的，阴的变成阳了，阳的变成阴了，所有卦象都会出现这样的相错现象。那这个卦是一个暂停的假设，里面有很多，外面是一个外教，但里面的变化非常多，就所谓的互卦，互相的互。那互卦怎么代表呢？互卦是由这个内卦里面的第二爻开始，二爻、三爻、四爻变成内卦，以这个屯卦变成地啊，这个卦是地卦，变成内卦，然后再以内卦最上一爻作为第三爻，三四五这个爻变成外卦。那如果屯卦的话，下卦就是内卦就是地卦，然后外卦呢，它是艮卦，就是三卦，变成三地，所以这个屯卦里面的互卦就是所谓的剖卦。也就屯卦的时候，你必须把剥就是剥解的剥，把东西剥掉，你必须把这个困难危险把它拿掉，你才能真正的发展。